龙王，他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玉池哥哥，我是真的，他才是假的。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。不是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。这酒真是个好东西，又出现幻觉了。这不是幻觉。还幻听了？你也没有幻听。你真是阿玉啊！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又是谁啊？我才是真的，他才是假的。你凭什么说我是假的？我哪里假？龙王，他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玉池哥哥，我是真的，他才是假的。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。不是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。哎，停！你们都说自己是阿鱼，那我问你们，阿鱼怎么回来龙隐天池？快说，不然别怪我手下无情。是你们，你们干嘛假扮阿鱼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们俩。最近龙王总是借酒浇愁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你我二人说什么，都不如他心里那人说一句的。可是要怎么让阿鱼跟他说呢？星玄韵，玉池哥哥说过，他最喜欢看这个。小小萤火虫，你快把玉池哥哥叫来，快点啊！大白天的，玉池哥哥看得到萤火虫吗？等他来了，星玄韵还在呢。怎么，刚刚摸我额头的时候，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啊？你休要给我胡言乱语啊！好你个雪仙雪，你竟敢打我！我在打这只虫子，那我也打虫子。你来真的不知好歹呀你！那怎么了？阿伟，哎呀，那不是虫子，那是萤火虫，它越危险。